繼續世界盃歐洲區外圍賽，今日去到11月18號星期二，比賽進入最後一輪階段。呢集我會分析 B、C 兩組賽事。開始之前回顧一下尋日嘅預測，包括德國對斯洛伐克主勝，黑山對克羅地亞客勝，馬爾卡對波蘭客勝，同埋北愛爾蘭對盧森堡主勝同時入球勢，加波膽1-0，所有預測都全中。我都見到有觀眾留言買咗北愛爾蘭波膽，好多謝大家支持新頻道。希望大家先撳 like 同訂閱，每個投注日都有賽事分析。大家好，我係包 Sir， 喺澳門從事咗20年同足球博彩有關嘅工作，主要負責分析賽事、坐盤同埋落注，累積咗豐富嘅足球分析經驗同心得。而家退休，我會透過呢個頻道分享專業分析。再次提醒，投注有風險，只落負擔得起嘅錢，大家投注前要評估風險。先嚟分析 B 組整體情況。B 組到最後一輪，小組大勢已定，瑞士領先科索沃11球得失球，基本上鎖定自動晉級。科索沃需要奇蹟咁入6球或以上先有機會逆轉。瑞典同斯洛文尼亞都已經出局，只係爭第3位。第一場瑞典對斯洛文尼亞 B 組11月19號香港時間凌晨3點45分喺瑞典主場進行。瑞典目前小組包底，5場比賽接近輸晒，只得1分。前車仔教練博達上任第一場就輸波。瑞典主場防守唔穩，最近5場主場比賽失8球，平均 XG 產生 1.8， 但轉化率只係 25%， 進攻效率低。至於斯洛文尼亞而家排第3，佢哋之前主場輸俾科索沃，客場表現一般，平均 XG 只有 1.0， 失球率每場達 1.6 球。Head to head 比較，兩隊最近9月交過手，喺斯洛文尼亞主場2-2和波。瑞典整個外圍賽只得1分，就係呢場和波。自此之後連輸4場。斯洛文尼亞雖然之後4場冇贏過，但有2場和波。傷停方面，利物浦伊薩傷愈復出機會大，上場後備上陣，預計今槍可以正選。斯洛文尼亞嘅斯托亞洛維奇之前食紅牌停賽，中場控制會受影響。我分析認為，瑞典雖然出局，但 FIFA 一個唔合理嘅比賽制度，令到佢有附加賽資格。所以主場出擊係需要喺呢場有表現，為附加賽鋪路。加上斯洛文尼亞作客弱，亦都冇嘢好爭。面對瑞典主場優勢，難以堅持。預測今場瑞典反底贏出。瑞典換帥後需要一場勝利提振士氣。投注預測，瑞典主場贏面高，除咗直接主勝外，我會試波膽2-0同1-0。轉嚟第二場，科索沃對瑞士 B 組，同樣時間喺科索沃主場進行。科索沃目前小組第2，主場防守強悍，到目前冇失球，平均 XG 產生 1.5， 進攻效率達 30%。瑞士小組第1，5場全勝，積分15分，入12球失1球。佢哋客場強勢，平均 XG 達 2.2， 失球率只有 0.2 球每場。Head to head 比較，兩隊開局交手，瑞士主場4-0大勝科索沃，得失球優勢明顯。瑞士成個外圍賽只失1球。防守表現極好，我分析認為瑞士已經鎖定晉級，防守完美。佢哋到目前只失1球，所以所有機會都集中喺瑞士身上，絕對可以順利晉級世界盃。但係即使科索沃只可以去附加賽，公平啲講，對佢哋其實已經係好大成就，因為佢哋喺呢組表現好好。自從科索沃開局輸俾瑞士4-0之後，就冇再失球。而家喺主場，同時喺到目前都冇失球。已經晉級嘅瑞士未必有着數，除非科索沃要出去搏6球。如果咁做，瑞士嘅反擊就會好易打穿。個人嚟講，我唔覺得科索沃佢哋會咁做。我覺得呢場可能有少少友誼賽感覺，只要科索沃唔搏，就有好大機會係0-0。投注預測，瑞士係大熱，賠率優勢反而對科索沃有利。預測讓球主隊勝，同埋波膽0-0。而家嚟到 C 組，最後一輪白俄羅斯同希臘已經出局，但係丹麥同蘇格蘭會對冚爭首位。我哋先講白俄羅斯對希臘，兩隊喺上一輪比賽日其實都表現得好唔錯。白俄羅斯竟然去到丹麥攞到2-2平手，係佢哋整個賽事第1分。希臘亦贏咗蘇格蘭。呢場比賽喺大家都出局嘅情況之下，比賽結果係冇乜意義，所以要小心變數好大。希臘係咪真係可以讓到2球3球？足球投注角度，呢場唔係好嘅選擇。如果真係要投注，
我會選擇讓球2球或者3球主勝。蘇格蘭對丹麥 C 組喺蘇格蘭漢普頓公園主場進行。蘇格蘭目前小組第2，呢場係今晚真正大戰。蘇格蘭上場輸俾希臘，需要呢場贏丹麥先可以直接晉級。狀態趨勢顯示，蘇格蘭主場不敗，平均 XG 2.0，防守穩固。丹麥小組第1，積分13分，入14球失3球，上場爆冷俾白俄羅斯逼和，錯失鎖定晉級機會。Head to head 比較，上次蘇格蘭作客丹麥0-0。另外，4年前世界盃外圍賽最後一場，蘇格蘭喺漢普頓公園對丹麥贏2-0晉級。4年後嘅今日會唔會歷史重演？另外關鍵係丹麥隊中已經有幾位關鍵球員病咗，應該有啲傳染性病毒喺隊入邊擴散。丹麥陣容唔齊，加上主場優勢，呢個係蘇格蘭直接晉級嘅最好機會。投注預測：蘇格蘭主場贏面高，而丹麥受病毒影響。蘇格蘭直播預計比賽會非常激烈，預測蘇格蘭主場勝出，加上2.5球入球大。以上就係呢4場賽事嘅分析，都基於最新數據同趨勢。記得 like 同訂閱頻道，留言討論你哋嘅預測，一齊用數據贏錢。下一集見，祝大家好運。